呢集係我講黑社會嘅第4集。咁上集咧就講咗每個堂口嘅招牌師，又講咗三合會個名嘅來源。咁呢集應該講返點解會喺香港三合會會咁多人啦。咁自從清兵圍剿咗天地會嗰班人之後咧，就喺廣東廣西一帶嘅天地會嘅人，就本來咧就已經改名就叫做洪門噶啦。但係後嚟咧，連洪門呢個朵咧都黃晒，啲清兵都知道咗洪門就係天地會，所以又改咗個名就叫做三合會，係希望避開清兵嘅圍剿。但係佢哋估咁易咩？改下個名就冇事，梗係唔得啦。所以清兵咧就一路殺到落嚟廣東廣西呢帶，咁嗰班古惑仔咧就繼續走，繼續着草。咁當時就正好香港咧就已經俾英國接管咗，就屬於英國嘅殖民地，清兵係管唔到嘅，而且又近廣東廣西一帶，所以嗰班古惑仔咧就諗到着草去香港啦。咁班清兵咧就追唔到去香港嘅。據歷史嘅記載咧，最早一班三合會成員去香港嘅係1842年嘅7月，咁佢就係喺香港安定咗落嚟，開始招兵買馬，就直至到1845年，清朝政府咧就通知咗香港政府，就同佢哋講話有好多古惑仔咧就去晒你哋嗰度，就叫香港政府咧就去捕捉佢哋。就係嗰陣時候咧，香港咧就出咗一條三合會條例啦。咁任何人咧就自稱三合會咧，都係算犯法嘅。咁但係相信各位都知道啦，當時英國政府管治香港嘅時候咧，佢哋嘅目的就係搲銀嘅啫嘛，根本中國人嘅嘢佢哋都唔係好理嘅。總之你哋做嘢唔好太過分，佢哋都係會隻眼開隻眼閉，所以咧就越嚟越多香港嘅人咧就變咗三合會嘅成員啦。咁去到1847年，所有廣東廣西嘅三合會成員咧，差唔多有90%咧已經着晒去香港啦。香港咧就從此咧就變咗三合會嘅總部。咁呢班人入邊咧，其中啲老啲嘅就想將三合會嗰啲就變成合法化，即係有啲老嗰班咧比較年紀大啲嗰啲，就想喺香港咧就將三合會咧就變成合法化。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就開始有三合會註冊成合法嘅公司啦。咁呢啲公司入邊咧有工會啦、工商會啦、體育會啦，係好多嘅。咁喺呢啲會入邊咧，最多嘅就係咕喱會啦、同鄉會啦、國術準會啦、中親會啦。咁據有記載嘅香港第一個堂口嗰陣時咧，就叫做洪聖會啦。個龍頭咧就叫做賣魚場，佢本身咧係廣州洪聖會嘅成員，所以落到嚟香港之後咧，就用翻呢個朵咧就收靚。跟住咧就成立咗第一個堂口，就洪聖會。咁但係其他落咗嚟嘅三合會成員咧，就見到賣魚場嗰個堂口咧有得搞，咁自己咧就跟住咧個個都成立一個堂口出嚟啦。你知啦，中國人就係咁噶啦，見到人哋好，佢哋又即刻搶住嚟做，好似見到你開間鋪頭好生意，佢就會喺你隔離開間鋪頭頂住你，所以咧嗰陣時咧就香港就越嚟越多呢啲堂口啦。咁當時嘅入呢啲堂口嘅人咧，差唔多咧大部分都係低下層嗰班工人咕喱嗰啲人嚟嘅。就喺嗰陣時，差唔多全部呢啲人已經係屬於唔同嘅堂口入晒三合會噶啦。咁以前
因為一多堂口，人多，大家都做同一份工作，就會好容易有摩擦，人同人之間就會嘈交。以前嗰陣時咧，就一嘈交就開片啦，最興，尤其是咕喱嗰啲啦，揸住個擔挑就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咁啊搞到咧搞到未有生日會之前咧，仲係私鬥嘅啫，仲係自己，譬如話你同人唔妥啊，咁你最多都係走去同佢隻抽啊，打死就冇人理嘅。咁自從入咗三合會之後咧，就開始變咗堂口同堂口啦，即係一嘈起上嚟，大家就會響朵，咁一響親朵，我哋梗係問你唔妥啊！而家你唔妥我堂口點，咁一定會變咗堂口同堂口嘈噶啦。所以咧就越嚟越多人，呢啲人就入晒去三合會，就想三合會嚟保護佢哋，因為多人啊嘛，佢自己一個唔敢同人嘈嘛，變咗入咗三合會之後，可以同人哋嘈咯，因為知道自己後邊有大班人啊嘛。咁但係呢啲鬥爭咧就越嚟越緊要。咁至到1880年代，香港嘅檔案入邊咧係有寫嘅，當時香港嘅咕喱館咧差唔多咧就全部嘅咕喱咧都係三合會成員，但當時嘅人數咧，香港三合會成員嘅人數已經超過2萬啦。我諗嗰陣時香港唔係好多人嘅啫，2萬人好多噶啦。咁喺呢2萬人之中咧，就差唔多各行各業嘅人，乜嘢人都有，包括差佬啦、政府官員啦、銀行老細啦、承建商啦，總之就係乜各行各業入邊都有三合會嘅成員喺入邊。咁香港政府就開始重視呢個問題啦，佢哋發現咗呢個問題，就開始重視呢個問題。就喺1886年咧，就成立咗一個三合會嘅偵查小組，就專門咧就將香港所有嘅堂口起底，希望咧就能夠控制佢哋。但係佢哋唔知道嘅係，喺咁多年嚟，香港三合會已經根深蒂固喺香港嘅中下層嘅社會度，根本係冇辦法可以控制佢哋，冇辦法可以跟隨佢哋。就係咁，直至到咗1909年，香港咧就開咗第一次有史以嚟嘅鴻門大會。咁呢次鴻門大會係邊個話開嘅咧？係有一個自稱喺廣東鴻門天寶山永義堂嘅一個大佬，佢就着咗嚟香港。佢個名咧就叫做黑骨人。佢係筲箕灣一個曬魚場，佢喺筲箕灣一個曬魚場就吹雞，叫晒香港所有嘅堂口大佬開咗第一次嘅鴻門大會。佢就係喺大會度咧，就灌輸咗鴻門嘅規矩思想俾呢啲堂口嘅大佬，就解釋俾呢班大佬知，大家都係咁遠水路走嚟香港，大家都係嚟到求財。做嘢應該有規有矩，唔好似一盤散沙咁，日日喺度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殺我，我殺你，到最後搞到大家都冇錢揾。應該係要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，咁樣先至襟玩嘅。咁就算有乜嘢唔妥，都要先坐低好好咁傾下，睇下可唔可以傾得掂。就用個口嚟解決事情，唔好下下都用手。如果係私人嘅恩怨，就唔好拖堂口落水，自己隻抽搞掂佢。咁個個大佬聽完之後都贊成佢講嘅嘢，即係都認同。所以嗰次大會上面咧，大家就第一次真係團結咗起嚟，個個就揸住個口號，就係以和為貴，就以後唔好開拖，唔好掛住打交，最緊要就係一齊大家揾錢。咁就係嗰陣時咧，就開始咗個堂口嘅前邊咧，就加咗個和字啦。而且仲稱自己係鴻門嘅子弟，因為黑骨人係鴻門噶嘛，出嚟噶嘛，所以就
呢班堂口嘅大佬咧，以後就叫自己係洪門嘅人啦。咁佢班僆亦都係洪門嘅子弟，所以咧就作咗和字頭呢首詩出嚟啦。我上一集都講過，不呢度再講多一次啦。和牌怪起路皆通，四海九州盡姓洪。他日我王登寶殿，洪家兄弟受黃封。呢首就係和字頭嘅招牌詩，而刻骨人咧就被譽為和字頭嘅開山祖師啦。即係我唔係話和勝我和合圖嗰啲啊，係和字頭所有和字頭嘅開山祖師。咁跟住自從呢次之後咧，跟住咧就係香港啦，就嘅堂口啦，就好跟咗大陸嘅洪門嘅職位嚟分等級啦。咁最大嗰個當然係龍頭坐館啦，即係489啦。咁跟住咧就係二路元帥啦，438啦。再跟住咧就係白紙線，即係415。再跟住就係紅棍啦，426草鞋43249仔同埋藍燈籠呢幾個職位。咁但係香港呢班和字頭嘅大佬，淨係識得揾錢、擴充地盤、反清復明呢幾個字咧，根本喺佢哋個腦入邊咧係冇嘅，係冇一個有思想係反清復明嘅，只係利用洪門做大戲嘅宗教儀式嚟控制班僆嚟收僆。咁呢班咧就係當時香港其中一種嘅黑社會嘅類型。咁仲有一種咧，就真係有政治背景噶啦，就係當時喺香港正式註冊嘅合法公司，叫做福義興。福義興正式喺自福建嘅洪門，係嚟自福建嘅洪門，係以商業嘅形式咧，就喺香港正式註冊嘅同埋活動。其實咧就係幫大陸嘅洪門咧就籌集資金。喺1886年咧，香港政府咧就已經有註冊記錄，福義興係義興公司，註冊個名就係義興公司。但係當時佢哋咧就只係到處募捐，就籌募嗰啲資金翻嚟咧，係冇參與任何三合會嘅鬥爭嘅，所以嗰陣時係合法嘅。佢係喺當時嘅三合會嘅內部傳言咧，就有句話嘅，即係嗰陣時啲古惑仔就經常噏到嘴邊咧，就係有句話：最老福義興，最大就和安樂。咁和安樂咧就係1930年代咧，係由和勝和入邊咧分支出嚟嘅，因為佢嘅起源咧係喺土瓜灣咧嘅安樂汽水廠，所以又叫做水房仔或者汽水仔，亦即係而家嘅香港社團嘅水房啦。喺當時係屬於香港人數最多、最有錢、規模最大嘅香港三合會組織之一。咁早期嘅三合會嘅主要收入咧，就係敲詐勒索啦、收陀地啦。最早期都係淨係做呢樣嘢係最多嘅，因為嗰時都未有夜總會未有其他嗰啲。咁到後嚟啦，香港經濟開始發展啦。收入咧就慢慢變咗多元化啦，就開始咧有馬攬啦，即係色情架步啦，開檔啦、開賭檔啦、開粉檔啦、放數啦，夜總會啦，到後嚟嘅卡拉 OK 啦。咁因為僆仔咧就越嚟越多，咁佢哋大嘅有得，即係大嘅開呢啲公司當然有得食啦，但係僆仔食咩咧？咁佢哋開始派啲僆咧就去麻雀館舞廳disco 就去立人哋嗰啲場嚟做睇場啦，或者代客泊車啦。咁隨住香港嘅時代變動啦，後嚟又做埋老番啦，直至到上世紀80-90年代，可以話係香港三合會最百花齊放嘅時候。當時香港三合會咧就已經變晒質㗎啦。以前嘅堂口好多已經式微咗，就最主要係由三大社團控制晒。咁呢三大社團相信大家都知道啦，就係新義安、老咩即係和字頭同埋14啦。咁呢集咧就講住到呢度先，欲知後事如何，我下集再講多啲。
OK， 多謝大家，記住 subscribe 我啲片，share 我啲片出去，撳埋個 like，同埋最好撳埋個 super dance，多謝大家。